日約翰書3第5節咁樣講到，切家不雜記攏從人信主嘅人對上帝顯出來，在耶穌基督嘅方面，為了佢出場攏從一切嘅罪惡嘅方面，係咪人相信佢啥？呢個罪惡本耶穌擔喺在十字架嘅。約翰福音37節咁樣講到，因為到上帝派家嘅兒子來世間，唔係處罰呢個世間，但係救呢個天下世間呢啲嘅人類，透過上帝嘅恩典，因為到上帝捨切家，嗱，這樣人切家愛來謙卑嘅心，來相信耶穌基督。係個上帝，係個救主，佢原諒切家一切罪惡嘅方面，因為到約翰福音35節咁樣講切家啲，為了每一人相信佢啥，得到永遠嘅生命。這樣人切家相信耶穌基督係個救主，係個上帝，切家得到永遠嘅生命。世間嘅黑道，切家得到佢嘅平安，得到佢嘅安全。得到這個福氣，離開了世間嘅嚟講，日後世界嘅靈轉到天家，享受上帝嘅恩典，因為到得到永遠嘅生命。世界脱離呢個世間，唔係被落罪，因為世界嘅罪本上帝耶穌基督十字架嘅擔hết了，本佢贖hết了，世界變義人，變唔係有罪。既然每世界冇罪，義人因為世界相信佢十字架嘅贖了世界嘅罪惡嘅方面，世界這樣能享受佢嘅恩典，得到永遠嘅生命。來面謙卑信任和相信，得到呢個恩典，上帝祝福大家，阿門。